来刷来看这个地文产涉嫌贪污，桃园地方法院撤销掉原交保的裁定，改为收押禁见。地方法院的声明文讲，地文产以通讯软体NINE透过秘书施延庭传送的消息，有串交警的记录。这位施延庭过去是太阳花学院的发言人，了后对着地文产到桃园市政府到海基会，伫地文产的身边至少10年，会当讲是地文产的心腹。这地文产传呼的内容，除了显示因早就知影答辩的方向，甚至检调挂线监听，嘛去互泄露。或者是老板为什么没办法来？气候异常。坐伫上道边穿深色的衫，看起来小可鄙视，伊就是施延庭，当时做地文产市长办公室的副主任，头家所有行程都是伊咧安排，大家对伊应该是袂生分。50万人动员起来，然后在街上表达他们的心声。我是太阳花学院国策小组的学生代表，各做媒体发言人，地文产真侪活泼的影片，嘛是过伊的手。随行秘书做事还蛮干练，然后对我们议员都还蛮客气的。当然，随行秘书帮忙处理市长身边的大小事啊，包含行程调度、控制时间等等嘛。接着啊，基本上跟着。34岁施延庭是地文产台大社会系学弟啊，台大政管所毕业，10年前加入地文产竞选市长的辅选团队，唔但是机要秘书，搁做市长办公室的副主任，了后嘛到海基会做参事，对地文产超过10年。市长会不会担心被压？经过3届开庭，地文产宏基啊禁见，其中的关键是传呼秘书的信息内容，甲应信的回答方向相像，可见早就有管道，知影检察官的侦办内容，甚至是做好准备，加上正经就传出侦办的过程中，敢听到一个地主直接讲电话无清气，有人在听，搁甲线顶的朋友小借问，疑似侦查已经互泄露，桃检已经分案追查，继续要敲找证据，拍法律的延长赛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